再来看法务部调查局行业调查处的高雄站，还有高雄地检署等单位，最近掠到咱国内史上上大件的毒品转口走私案，查到180吨第3级的毒品卡桶。这批毒品是对印尼出发，按说要经过高雄港，最后是要卖去美国。也毋过伫高雄港就互掠到，已经全部查扣。行政院长陈建仁今仔嘛去高雄来鼓励办案人员的辛苦，嘛强调政府掠毒的决心。报了一样东西而已。透过仪器检查，发现货柜内底的物品色水真条纹，密度嘛同款。海关认为有状况，会同调查局开柜来查验，确定是卡桶。陆续6卡货柜伫今年清明连假期间为印尼运出来，拍算到高雄港中转了后，驾驶去美国的迈阿密，以及洛杉矶，过无1个月又过6000外箱的卡桶，用同款的途径运出来，累计查到总重有180吨，不法的计销超过363亿的台票。卡通在我们108年的2月跟4月的时候，就有将这个卡通还有冒珠木碱这些成分列为这个第3级毒品啦。所以既然是毒品的话，我们也不想要成为这个毒品转运国，所以如果要在我国经转的话，我们都是不允许的。查到卡桶有的做抹茶粉，有的做胶囊。卡桶是原生伫东南亚的热带植物，叶仔内底有冒珠木碱这的成分，这类亲像是吗啡，对着人体的作用，已经伫民国108年就互台湾列做第3级的毒品。因此，货柜虽然无进到台湾，也是全面来拦检，后续嘛无排除要销毁。行政院长陈建仁嘛到场来表扬着有功人员，感谢因破了这件国内史上上大宗的毒品转口案。我们除了国内反毒要做得很好，更要强化与国际伙伴之间的缉毒合作，才能够瓦解国际毒品的供应链。陈建仁讲，这个查毒嘛，甲美国合作，显示着台美的关系非常稳定，政府反毒的决心嘛，袂当互挑战。记者王刘婷、陈显坤报道。